这个立法院新冠疫苗采购调阅专案小组，今仔日第一届召开着委员会。那这个立委为着采购疫苗相关的文件，是不是要来公开？是安尼让安尼冤？伫个会议进前，陈市长嘛来证实，国泰病院至少甲2000个民众的疫苗资料登记错误，当紧急咧修正。 也阁有指挥中心来宣布，要来启动着血清抗体研究计划，要针对5000个关过血民众来做血清抗体检验，嘛来引发着疑虑，讲无来尊重着关血民众。请这个卫福部来做一个相关事件哈。我是依循蒋万安委员说法，这是事件。 立法院第一摆新冠疫苗采购调阅专案小组第一摆委员会会议才开半点钟，立委陈玉珍苏卡会议就为着疫苗采购文件，敢要公开原价。后备副部长陈市长无啥物机会讲到话。不过陈市长透早参加会议进前嘛，针对国泰病院发生有新的民众要注第二剂莫德纳，资料所登记第一剂是主高端，无法度顺利注射回应，讲这摆资料登记错误，唔那一个人。我现在不是非常的清楚哈，昨天到最后讯息，大概就是将近有2000人，那都在更正中。国泰病院讲已经和疾管署完成资料比对，会伫今仔日中昼进前解约好，互刷落来民众顺利注文注疫苗。另外，前期阁有指挥中心昨公布启动新冠加强监测方案，针对4月25到7月初3的全台关会样本，随机抽5000件验血清抗体嘛引起反弹，因为无尊重关会人的意见。昨天一公布这样的政策，就有不少长期的捐血者表达，未来不想再继续捐血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我们也看到疫情之下，其实有很多民众的捐血意愿其实是降低的，会不会再利用，或是作为其他试验，其实都应该要经由充分的告知同意。不想参与这计划的人可以声明退出，那我们不会把它包含在里面，很严谨的来做，不会有各式外漏的问题。 但市长嘛回应，刷落来开放防疫措施，虽然有可能自运动的方向去思考，后面从伫疫情开始较回了后，活动的时阵会使有更较侪自由，会当随暗开放。